继续来看台中的和平，一间餐厅的头家娘，顶礼拜三的透早，伫个门口咧扫街，突然间有坐车驶过，其中一台车的马库尼亚弄到头家娘，头家娘跋倒，磕到头壳，流真侪血。啊，车顶落来真侪外籍人士，虽然头家娘有听到，因可能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人，也毋过其中有人讲，因无方便表明身份，会请保险公司来处理。但是头家娘的头壳天15针，住院6天，对方拢无出现，一直到昨，这个自称是 AIT 的队长甲翻译，才去甲慰问送1万块的慰问金。救护车到病院，赶紧甲负责人送急诊。伊头壳着伤血插插地，经过治疗，虽然无性命危险，不过天15针，住院6天才回去厝。负责人到打手骨，搁包好带，面顶嘛搁有伤。伫咧台中和平的山区台北线边仔开餐厅，伊5月21早起7点外，伫咧餐厅的门口摒扫，熊大批车辆经过，一只白色的修理车正边的照后镜甲弄着，滴水头壳弄着涂骹，车嘛冲去路边的水沟卡掉。头家娘讲，当时落车有真侪拢是外国人，听到因敢若是 AIT 的人员，就有甲问。不过一个翻译说讲是机密，会请保险公司来处理。不过伊住院期间，对方拢无来。伫咧昨出院了后，一个 AIT 的队长甲军方人员，阁有翻译到餐厅关心，送1万块慰问金。是外交人员，可能是在台湾的美军军事顾问，这都是有可能会很低调的进行，是涉及到这管辖权跟那个外交豁免权的部分。军事专家判断，除了因为 AIT 的人员身份较敏感，所以发生事故才会较低调以外，当时嘛怀疑有国防部的人员在场。啊，若和平国关地区嘛有敌阵训练中心，当时可能是有国防任务才会低调保密。对这警方回应，当时是开车的人路无熟，才会发生事故，用车祸的案件来处理。啊，若 AIT 甲国防部暂时无回应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